是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民主台湾，言论影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豪。我是双阳。今日非常欢喜呢，公司台记台有缘在这总统府头前，提供予咱的公司台记台所有观众朋友现场转播一个节目。是，其实咱台记台除了咱现场吼，我甲嘉豪两位主播以外，另外伫咱外场也有两位真厉害的主播，因是专门来做口译的，也就是陈思君甲邱丹妮。小等的观众朋友除了会当看到阮用全台语来转播以外，嘛会当看到咱下骹这新闻标题甲咱新闻的字幕。嘛，拢是全台语文的放送，要为观众朋友来现场放送这出2023年的双十大典特别节目。如果说今年的这个双十活动的庆祝呢，英国在咧总统府头前，拢是邀请到小隔壁的81女呢来甲做这个乐器队的表演。不过今年正特别的邀请到咱台北在地这个建国中行的乐器队来到现场表演，由这个少年兄呢来甲咱做一个精彩演出。所带来就是家之所在，心之所向，邀请观众朋友大家做伙来欣赏。
谢谢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乐旗联队所带来的演出。也其实讲到这个建国中学对阮这个查甫囡仔来讲吼，对一个伫咧台北读册这个高中生哦，亲像对阮查甫囡仔来讲吼，这建国中学是阮心目中的第一志愿。头拄则咱看到这优秀的这学生囡仔吼，所以表现出来吼，其实咱拢知影讲吼，台顶3分钟，台骹是归厝经啦。所以呢，其实今仔来到这个活动这个所在表演吼，会当讲是开真济心神伫遐训练甲拍拼。啊，听讲吼，其实因有真厉害的经历。是咪当请上甲咱介绍一下？是哦，根据咱所掌握到这个消息哦，建国中学吼，因这个甲基队哦，头起先因是一个广告队哦，要毋过因这成立一假期的时间一直演变到即马，个头拄咱有看到这个武基亚的吼，这款的情形，所以因即马是变做是台北建中的乐基联队，因伫咧今年吼，美国2023年的世界杯行政乐队是比赛摕到个亚军吼，所以因这嘛去过真济所在参加比赛，甚至拢得到真济的娱乐。对，也其实真侪人在这个双十活动的时阵，要看的就是这国军英勇的这个表演的。所以来这个节目呢，有人安排真精彩，是由咱国防部新建大队、咱的夜工队，还佫着陆军全校战鼓队，以及着特战指挥部的战机队所带来精彩演出，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爱国信念，首先要为我们出场的是陆军专科学校战鼓队。这一次战鼓队的表演曲目是由古乐家林玉龙老师所创作的《勇士出击》，展现出国军火药的生命力及坚毅不拔的战斗精神。是陆军特战指挥部战机队。这一次，他们在表演当中加入了散打搏击、综合格斗以及各项器械格斗的技巧，展现特战部队官兵近战格斗能力，以及我特战官兵敢战而不怯战的决心。这一次，队员们会带来护身道法、徒手格斗、器械格斗等项目，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国防部义工队。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三军娃娃，以及青春洋溢的义工队队员。今年义工队特别制作了自创歌曲《Follow Me》，希望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follow 国军，支持国军，守护共好。We are the best。观众朋友，头拄仔咱伫画面当中所看到的哦，是这个战机队哦，因头拄仔有表演这个近距离的小战的技术哦。咱拢知影讲，这两个人徛伤远的时阵吼，那要安怎请到迎面，这拢是真困难的代志。另外，即摆咱所要看到的，这就是艺工队哦，伊今仔是家己来创作一首歌曲，叫做《Follow Me》。咱小等会当认真来听。因这《Follow Me》的意思就是讲要展现咱这个台湾民族的这个活泼甲青春活力的精神。对，事实上呢，其实咱拢知影讲吼，其实咱真侪人伫咧双十活动，拢是要希望看到迄个国军非常勇壮英勇的这种军威。啊，事实上在这个头起性的这个工艺队所展现出来，就是想要讲，这个国军依然有一个少年人少年人款的款活力，想要甲咱民众来接近。是，其实除了这个展现军威以外，咱嘛会当看到现场吼，因为配合这个三军的这个古水的红啊吼，伫遐咧跳舞，这展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感觉。另外呢，嘛是要传达吼一个精神，就是要讲吼，这军人呢，拢是勇敢来守护这个家园，保卫咱的领土。APG，加速前进，一个动作一个口令，扑通的心跳，也不能触动你的声音。手举毛的生命 ，You and me， 不轻易说放弃。抬起头望向未来，自己和自己比赛，享受此刻属于我们的舞台。Are you ready? Follow me。
守护我的家园，让爱永恒不变，保留热情不减，它不上线，这是一场华丽冒险，梦想被浩劫，就算我会失败巨变，勇气信心让我变。谢谢国防部新战大队、陆军专科学校战斧队以及特战指挥部战机队所共同带来的演出，真的是太精彩了。哇，其实表演真精彩吼，咱这国军的英勇的这少年兄吼、少年姐啊吼，啊用着这个跳舞的一款无同款的方式来展现着咱国军的活力，伊唔拿保卫国家以外呢，也展现着这个活力要甲咱民众行更较活。也方才咱伫咧伊个表演当中会看到因摕到一个上界主要就是今年的这个主视觉吼，这个主视觉的这个徽章就是伫咧我的身躯顶会当看到吼。你想请上英甲咱小介绍一下这几个设计概念。是今年吼，咱这个2023年吼，双十台顶的这个主题就叫做民主台湾坚韧英雄，所以咱会当看到吼，嘉禾吼这个胸坎这个冰尖吼，伊会当看到伊的线条是有小可弯弯翘翘，有一丝仔角度，这要展现的就是咱台湾民族这立体甲柔软的这个精神。另外呢，这就亲像是咱的国旗同款，安尼随风安尼飞啊飞，咱会当看到这冰尖顶头的这个色水，甲咱国旗是共色的哦，但是蓝色、白色甲红色。另外，咱嘛当看到讲，除了蓝色、白色甲红色以外，还有透染一寡无共款的色彩，亲像是水色吼，这就代表是海洋蓝。海洋蓝代表啥物意思呢？就是讲咱台湾人吼，这种包容的这种精神啦。咱嘛是一个海洋的国家了，是，咱是一个宝岛吼，福尔摩沙美丽的岛屿。另外呢，这红色嘛有透染一寡无共款的色水哦，迄就是宫庙的这个庙口的这个砖仔红，也佮有咱外台戏的戏台红，所以展现的就是咱台湾文化的跨度甲深度。其实我有想到一个点吼，就是甲咱台湾文化真接近啊，有蓝色、红色，佮有白色，就是咱定吼，伫咧办活动、办喜事的时阵会大磅礴，迄就是咱真正迄个台湾色彩啦，大磅礴就对啊啦吼。其实讲到今仔日双十节活动哦，节目是安排甲非常的捌，非常的杂精，所以来就是咱观众朋友真侪人真介意看，就是咱的国军的咱这个家己队要来打卡步咯。是，因要表演这个操情吼。另外呢，因今仔日嘛带来这个家己创作的歌曲吼，叫做《牵手齐心护民主》，军民同心为家邦。咱做回来听看卖。大西陵寝等礼宾主防任务，其礼宾交接仪式庄严肃穆，名闻国际，展现我国军精实壮盛的一面。立正！一队长，空军上校刘光荣报告，操演开始。操演开始。
手同行，由陆军乐队李贞志中士所创作。乐曲以信号曲作为开场，为整首曲目带来开朗的氛围，象征中华民国在疫情解封后，全体国民共同回归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也展现国军联合乐队文武兼备与创作演奏的能量。国军近年来配合政府政策，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国防知识以及全民防卫的国家意识，期许全体国民建立责任一体、安危一体、祸福一体的共识，借由全民支持，打造国家安全的坚实堡垒。成员彼此合作无间，以悠扬军乐与利落枪法，呈现募兵制以来的成果。在训练过程中，队员们更坚信太阳是我们的钢盔，汗水是我们的礼服，枪是我们的生命，荣誉是我们的信念。建军备战，强化国防自主，以最精实的训练，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全面提升防卫作战效能，展示国土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精神，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守护国安。接下来，3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实队形，并搭配乐曲《黄埔军魂》做一系列的枪法操演。3军仪队是一支具有辉煌历史与光荣传统的荣誉部队，秉承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坚持训练，从严从难。如今，我们以创新的思维，不断精进技术，发展独特性，在传统的枪法上融入新颖的动作，一样的充满精、气、神，一样的充满坚强意志，象征奋斗不懈、绝不退缩的黄埔精神。请掌声鼓励。下一段的操演将由国防部示范乐队所组成的鼓号乐队带来精彩的演出。乐曲是由示范乐队李金云中士为了今年国庆所精心创作的编曲，请看操演。
谢国防部示范乐队精彩的操演，请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头拄咱看到即个国防部联合乐队甲即个三军仪规个表演哦，其实这个队员拢表示讲吼，因所创作这个歌曲，就是想要来表达即个军人勇敢、唔惊死的即个精神。另外，咱嘛当听到吼，大家拢也较细汉的时阵，渐渐的听到即个甜蜜的家庭哦，甜蜜的家庭即个进行曲，因所要展现的就是爱国、爱人民，也有爱家园的这款心。今年呢，即个重点哦，就是鼓队的操演。也有咱头拄会当看到，因是用空手来操唱，也个摆做一个同心圆。咱知影讲这同心圆吼，外围甲内围吼，这距离是无共款的。所以讲吼，其实这个军人因咧训练的时阵吼，这个距离拢爱抓好好势，因为小可若有一丝丝仔争吵，安尼规个队形就拢无好看。对，也事实上，其实这训练呢是非常重视就是团队的迄个精神啊。其实也代表讲啊，其实咱台湾人啊，其实互相爱来团结，甲大家做伙来奋斗、共同打拼呢，才法度成做一个家己家代志做好势。包含着咱一个国家，咱大家拢爱共心，做伙来面对着无共款的挑战、无共款的困难，咱成做一个国家才会当愈来愈好。也现出是呢，在咱的总统府内面呢，会当看到就是咱的总统当咧接待着咱的外宾。咱知影的是，这个外宾吼，因有来自日本的立法议员昆담会，也有咱加拿大甲台湾这个加台国会议员的友好协会。另外，甚至也有咱的邦交国，也就是来自诺鲁的这个总统，诺鲁总统翁某嘛来到现场，也有咱的顺文森吼。顺文森及格瑞纳丁的这个总督哦，也总督嘛来到这。另外，也有另外一个咱的台湾的邦交国吼，这个国名有较长一说出来，叫做圣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的这个总督，因今仔日呢嘛是来到咱台湾的这个总统府，要来参加咱双十大典。对，也在其实在今仔日的双十大典，除了展现着咱其实咱台湾国家呢，会当家己守护家己国家以外呢，其实说落来这个表演啊，也非常精彩。也要来请教着咱的双赢啊，吼，也咱平常时的咱出门在外吼，出去外口咱台湾各地头你去行大的时阵吼，你敢会看到什么款的动物会当代表吉祥的无？代表吉祥的应该就是人狮、人灵啊，也是讲这个鹤啊吼，甚至讲是龟啦，代表长岁寿啦。我知影的是安尼。对，你知影就是讲，即比如讲狮啦、吼鹤啦、龟啦，还佫有龙啊，吼，即吉祥的即个物件吼。啊，当然啦，即吉祥的即个花草，还佫有碧波，吼，还佫有碧波吼。啊，其实呢，所以呢，在即个无共款的即个花草吼，在咱说落来吼，传统艺术中心的带来一个演出当中呢，会当看到就是讲，伊是用狮即个动物呢来成做一个吉雕庆贺的一个动物，所以说来呢会当看到几种的狮。其实咱知影的是，今仔日吼来到咱现场要参加这个表演的狮吼，总共有18种无共款风格的狮。总共有18种无共款的狮啦。其实事实上呢，人讲吼出门有5只狮，你知影搭5只狮无？对，5只狮。就是食东食西，买东买西，行东行西，看东看西，总共有5只狮。其实咱一般人啦，不哩个呢，今仔来到这总统府哦，这个训练的狮吼是。甲别人无共款哦，是有特别训练过。其实在这个所在有总共有5个狮团的这个团体来到这个所在，有这个客家狮，吼，也有这个白鹤狮阵，也包含着个咱咧做是无形文化资产的这个台南迄个所在的狮组，吼，狮组也来到咱台北这个所在，以及着咱新竹桃园，才会人狮，才会团队来到这个现场要做一个精彩表演，也包含着咱的台湾戏剧学院的。迄个绝技的迄个表演吼，也拢总会扣在今仔日所来要所呈现的这传统艺术这个项目内面。所以当看到台湾这块土地顶头呢，有无共款的族群，因在无共款的族群，有无共款狮的想象甲形象，还佫安怎代表吉祥？所以在说到这个传统艺术的表演的时阵，会全部甲伊拢总扣做伙了，对吧？是，咱根据咱所知影，其实一般咱知影的这种狮吼，大概就是迄个款，但不过呢。
今年真特殊的哦，就是这个客家狮吼，我知影讲伊这个狮仔嘴是小可无共的哦，嘉豪敢要甲咱小解一下。客家狮呢，伊的喙是四角形的吼，四角形人讲喙看是食四方啦，所以迄个四角形就是代表讲会当食四方啊。咱总是吼，咱拢期待讲，咱这个狮会当带一个好吉条，互咱的这个信徒信众，要互咱会当呢行东好，行西得宝啦，行东西南北会当食青龙免烦恼。所以呢，迄个四角喙，迄个四角狮，其实就代表讲喙看要来食四方的迄个概念啦，对吧？是，今年这个客家狮吼，伊是来自这个江南的狮仔吼，也搁有咱等下会当看到这个狮仔镇的这个主题叫做“狮吼进云端，昆狮护台湾”。所谓表演的是咱台湾这种在地特色的这种顶头的文化，也搁有结合到咱台湾当代的剧场。当代的剧场有一寡新的美学的这个元素，所以成做一个新的台湾精神。另外，咱会当看到小等的嘛有这个来自台南这个金狮镇哦，也就是头拄仔嘉豪所讲到的，这是台南安南区的这个本颜料雕形宫。这个金狮镇哦，因其实已经是一个传承一世纪的这个团队。庙方讲哦，其实为着今仔日这个2023年这个双十大典吼，因这是规礼拜拢咧练习哦，甚至讲一礼拜有4天哦，拢安尼一直练哦，变做是规庄仔头的这个活动。另外，咱嘛会当看到小等的这个狮头吼，咱会当看到伊这个特色，就是伊是用金属吼这个石来做的吼，咱当地人家伊叫做狮祖。其实吼，会带队的人讲，因普通是要出阵的时阵吼，一摆拢是出一只狮祖尔，嘿对，要毋过为着今仔日这个双十大典，伊是一摆出3只狮祖，是。其实呢，这个团队吼，虽然讲因是正做一个表演的节目，也不离个呢。虽然讲哦，咱各就是双十活动吼，在这个现场啊，伊是将无共款的团体，甲伊全部套揽起来，也有透过就是现代这个编排吼。也虽然听起出是一个讲无共款的美感，也因为演出的方式甲演过一般的顶头是小可无共款，不离个呢，家己私底下，家己拢有伫偷偷练习。伊其实哦，迄个顶头吼出外吼，伊就是代表一种英武一种团队。所以虽然讲我今仔日甲你是同一个表演，不过呢，阮这个心肝头拢咧暗想，其实来遮呢是要拼场拼面子的啦。大家是要小比拼的啦。小比拼啦，其实特别在这个双十活动吼，会当讲是吼，徛台湾看世界，世界会当看到台湾。所以其实，在今仔日这个顶头表演，我相信啊，一定是非常精彩。因为我看到遐个老师傅哦，传承这个少年辈，一直咧拍拼吼，一直咧拼拳头吼，也咧练习吼，伫咧先扭伊的迄个筋骨，就知影讲哦，迄个筋嘛爱先甲电落开，较听就知影讲哦，迄跳腿跳会落啊，跳袂落去啊。你即马敢跳会落？我即马跳袂落。我嘛是咱误会啊，所以吼是无法度。要毋过等下吼，咱看到这个老师傅吼表演跳腿，真正是非常的精彩。另外呢，今仔日来这个狮仔镇的表演呢，还佫有一个特色吼，就是有请到2个教会的双生啊，双生啊兄弟伊嘛做伙来表演这个狮镇哦。虽然讲敢若教会尔，要毋过因是咪死咪烂咧练习，所以今仔日小等的嘛是会有真好的表现。对，那其实咧上界重要就是讲吼，有真侪人讲，迄个野心将若无不管是行无骹路，因若即个狮镇若是无弄过的时阵，就无法度人狮。所以在今仔日呢，要配合着咧9天民俗技艺团精彩表演，都来精彩正果，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美学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方式，展现台湾民间传统施政厚实纯美的文化张力。狮群们不仅展现出架杠的台湾顶头，多样类型的施政风貌，也正好对应多族群共融的台湾风景。参与节目演出的各团，不论就狮头造型、狼腮的秋楼、锣鼓音乐、文化特征，都各具特色。透过结合传统阵头文化与当代剧场美学的表现方式，展现台湾民间施政厚实的文化张力。首先出场的是9天民俗技艺团的齐天战鼓跟哨角，他们将要召唤狮群们聚集喽。
岁的客家诗团。客家诗源于习武练拳、保卫家园的武术核心精神，结合传统舞狮文化发展而成。狮头方正，嘴巴可180度的自由开合，造型特殊可爱，由大面财神、小面吉祥猴领军演出，展现客家狮团独特的地方色彩。中间负责打鼓，高龄82岁的张建安老师傅，也是客家狮头制作技术保存者，令人敬佩。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云林县老图师义镇文化发展协会的白鹤狮阵，是国内少数以白鹤领狮的特色阵头之一。他们以一对白鹤搭配金黄色传统台湾狮为演出内涵，其中狮鬼斗趣的互动表现，让演出更加生动活泼。老图师现在5代同堂，在馆主黄厚明带领下，积极传承延续技艺。饰演2只小鹤的郑其成、郑祥成双胞胎兄弟，年仅9岁，他们从1岁起就跟着父母出阵及演出，年纪虽小，功夫到位不马虎，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全阵气势恢宏，斗志高昂，成员团结一心，展现台南古都传统阵头的旺盛活力。画面左边黄威婷小朋友年仅9岁，参加金狮阵已经有5年的经验，声音洪亮，气势雄壮，颇有大将之风。接着是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台湾特技团所带来的北狮，他们是目前台湾唯一隶属官方的专业杂技表演团体，团员均为接受8年以上严格训练、学有专精的青年所组成，个个身手矫健，技艺超群。2头北狮在各种精妙的动作与创意的编排中，展现出以稳定、平衡、准确、跳跃、敏捷、灵活、节奏为基础的多样技法，令人目不暇接。
谢谢台湾特技团精彩的演出。紧接着登场的是近年在国内外诗艺赛事3组常胜军醒狮团队，中间的是台湾培德体育会，右手边的是新竹联丰龙狮战鼓团，以及左手边的桃园新义群龙狮团。这3组职业醒狮表演团队，分别由国内青年精英好手所组成，在这次的国际大会舞台上首度同台竞演，于狮装上相互较劲比试，展现世界狮王的绝妙巧艺。小狮子也不甘示弱，要出来小试身手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所有的狮阵朋友们聚集，跟现场贵宾们一起来加油打气。请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也一起给小狮鼓励。
朋友们带来精彩的演出，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这8组来自台湾各地的师团，以无比的精神毅力，展现出精彩澎湃、厚实温润的民间文化活力，也映照出今年大会主题所强调的坚韧有序的台湾生命力。今天国庆事部暖场的每一个表演团体，为了能够完美演出，都用心练习了好几个月。谢谢所有参与的团体，您们辛苦了！在这里，借着大家的双手，用最热情的掌声，再一次感谢他们。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暨3军仪队再次进场，屏障主席台。民主台湾言论英雄，其实咱头拄则看到迄个狮吼，迄个小仙女到尾啊吼，放出这200度，就是民主台湾言论英雄，也要来祝福着这个双十活动，迄个人回圆满。也头拄则上映，你有看到讲，这个狮其实伊的形体拢无共款，你有发现无？其实对我来讲，遐个狮拢是狮，无啥物特殊，无共款。其实事实上吼，你也发现讲吼，其实台湾狮吼，其实咱一般的迄个人狮，其实伊迄个狮的狮头吼，其实有真大的差别。通常咱台湾迄个人狮的狮头，伊是较平的，吼，咱看到咱是比如讲青色的迄款青色的狮头，啊后壁敢若一领皮单有无？迄款迄狮，所以伊个狮头是较平。所以你像迄个客家狮，吼，啊个迄个狮祖，吼，迄个台南来迄个狮祖，其实伊迄个狮的狮头是较平。啊，但是在即个比如讲迄款醒狮团吼，迄个是广东狮，啊个咱就是迄个台湾戏剧学院。迄个表演，迄个表演着迄个特技的迄部分，伊迄狮，伊狮头相对就是较圆，吼，迄较圆啊，迄其实毋是，较无偏向是咱台湾在地本土迄款狮啦。也不离个呢，台湾是真做一个多元民族会当来到这个所在，生团顶真正认同这个国家，拢会当来到这个所在。所以呢，也是甲无共款的这个狮迄个造型啊，全部甲伊捡了入来就对啊。亲像头拄你所讲的这广东狮啊，广东狮甲咱本土的狮，这是有啥物款的无共呢？其实伊就是迄个发源地是无共款啦。啊，当然就是讲。在古早吼，咱台湾迄个亲像练这个狮阵啊，亲像英国人迄个武馆，啊，其实武馆伊第一人就是操拳练武啊，为了是要咧练家己要强壮身体。第二个就是上介重要的，也应该讲这是第2点，也是上重要一点，就是讲吼，其实咱英国吼，可能无共款的族群有无共款的冲突，吼，啊，为着要保护家己的家园，家己的迄个。田园厝摕家己的族群的时阵吼，伊必须爱练武啊来强身安尼吼。啊，所以其实在今仔日这个表演，会当讲是非常的丰富。也其实在这个传统艺术中心带来精彩的表演呢，说落来咱的国军吼进场了后，就要来进行到今仔日上届主要双十活动一个。大会开始的部分咯。是，就是这个2023年双十大典的主题吼，大家要来领唱国歌。今年这个领唱国歌的吼，有来自咱这个中华职棒联盟的代表吼，拢总是有6位代表哦。另外，也阁有咱澎湖马竞高中的合唱团。另外，甲去年同款的，咱今年嘛是同款有这个线顶的这个演唱吼，唱国歌的这个部分，就是咱伫高雄左营军。讲即个玉山军南的即个官兵，伊嘛会做伙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唱国歌。泳衣先飞吗？国庆日是让台湾变得更新、更好的起点。趁着国庆，检视过去1年的努力，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坚毅的勇气，迎接新的考验与挑战。请与会的来宾及长官共同欢迎友邦贵宾莅临会场。尚文森及格瑞纳丁·朵根总督 ，Her Excellency Dame Susan Dillis Dogan,
GCMG OBE, Governor General of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莱博总督 Her Excellency Dan Musala A. Leiber, GCMG JP, Governor General of St. Christopher and Nevis. 诺鲁共和国昆洛斯总统伉俪 His Excellency Ruth Joseph Kuh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and Madam Simona Kuhn. 距离大会开始还有1分钟。今年的国庆礼赞是由杨烈老师吟唱汉诗《忆难忘》，接着由林声祥老师、风戏乐工作室及国立实验合唱团共同演唱《永远存在的台湾》。借着这首充满希望与能量的歌曲，展现出台湾这片土地坚韧的生命力。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勇往前行，同时向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国人致敬。配合国歌领唱，陆军航特部的运输直升机将吊挂巨幅国旗飞越观礼台，象征台湾团结，坚韧前行。中华民国中枢及各界庆祝112年国庆大会。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请就位。奏乐。唱国歌。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3鞠躬礼，请主席、观礼台各位长官贵宾面向国旗。国歌领唱人员行注目礼，屏障人员行举枪礼，其他与会人员行鞠躬礼。请脱帽。鞠躬，敬礼。再鞠躬。3鞠躬。礼毕。
请复帽，主席请复位。各位长官贵宾，请坐下。主席致辞，恭请大会主席游锡堃先生致辞。敬爱的各界首长、各位贵宾、各国友邦代表、日本国日华肯祝贺团、各位国军姐妹弟兄、防疫战士及表现卓越、拿到19个兵牌为国争光的亚运英雄，各位电视机、收音机前及线上的侨胞、乡亲父老，马里马萨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国庆，锡堃仅代表大会，向莅临参加的各位国内外贵宾表达竭诚的欢迎。今年适逢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依法政治结社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成立100周年，这个100年前的政治结社，象征着今天的台湾民主成就源远流长，是全民历经100年努力所累积的成果。因此，今年国庆主题，我们特别采用“民主台湾坚韧永续，与国人同胞共美”，也借此表达坚韧的台湾人民守护自由民主及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与决心。台湾人民的坚韧呈现在同岛一命、高度自立的民主防疫上。此刻环顾四周，社交距离再也不能阻挡我们共聚一堂，相互拥抱。今天我们澎湃着热血，昂扬着士气，挥别长达3年的疫情，享受希望无穷的新生活，共同欢度国家的庆典，可喜可贺。台湾人民的坚韧也展现在国际的认知中。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期刊网站，截至2022年底，台湾整体累计超额死亡率是世界第9低，过去3年更创下高达4.07%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热针》甚至强调，台湾是疫情期间经济成长率高于疫情之前预估的少数案例。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发表的2023全球自由度报告，全球整体自由连续17年倒退，被评鉴为民主退步的国家比进步的国家多。尤其这几年，威权势力不断的扩张，政治迫害的势力铺天盖地。从香港反送中、阿富汗新政权、缅甸军政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近日哈马斯突击攻击以色列等，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例证。在民主版图衰退的趋势当中，3度政党轮替后的台湾，在全民努力下，民主成果越来越受到国际的肯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今年2月公布的2022民主指数报告，台湾在16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名，蝉联亚洲第1名。今年3月，
美国自由之家发表的2023全球自由度报告，台湾名列完全自由国家，与德国并列第17名，在亚洲排名第2。台湾耀眼的民主表现，被 CNN 称赞为逆势的亮点。英国经济学院智库赞誉为国际民主灯塔。高兴的是，台湾的国际身份也越来越清晰。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明白指出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并未处理台湾或其人民在联合国或其他相关组织内的代表权问题。此一法案反噬了中共长期在国际上扭曲2758号决议案的劣行，以明确有力的国会立法澄清历史真相，对台湾国际地位提升极具意义。国人同胞近年来一定深有感触，因为见证到越来越多民主盟友与台湾站在一起。去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加拿大时指出，台海区域的海上贸易占全球美日贸易总额的50%，多数手机晶片都是台湾制造。若台海爆发危机，对全世界都是坏事，因此必须维持台海安全。由此可知，维护台海的安全，就是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确保印太安全，就是确保欧美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秩序。守护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人的使命，更是全球民主国家的共同愿望。2021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先生率先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年4月18日 ，G7 外长一致同意对抗中国在台海任何胁迫行动及企图。4月19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先生说：“台湾为全球议题，坚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5月5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先生说：“若台湾受攻击，菲律宾基地将会有用处。”5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说，台湾安全属于全球的议题。8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颁布7年建军法案，率全球之先，将捍卫台海自由航行权入法。最近4年来，台湾这么多优异的表现，我要以国庆大会主席的身份，感谢2300万同胞的努力，感谢所有国际友人对台湾的支持，也要感谢蔡英文总统与赖清德副总统的领导有方及其行政团队的辛苦。借此也让我们再度向第一线辛苦的防疫战士及国军警消致敬。我们在此就给自己及所有我们应该感谢的人一个热烈的掌声，这样好不好？谢谢大家。过去3年半，立法院不分党派的全体委员非常努力，除了积极制定法律通过预算外，在国会外交方面，本届也有不凡的成果。例如，接待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及
邀请捷克参议长韦德奇、捷克众议长艾达莫瓦、瓜地喇嘛总统贾迈代等各国领袖莅临立法院演讲。今年9月底时，在疫情肆虐下，立法院仍然接待了64个国家、262个访团的2869位来宾。去年7月，疫情趋缓之后，徐坤也5度接同跨党派委员出国访问，在捷克、立陶宛、法国等3国受到史无前例等同邦交国归国接待。国会外交有成，必须感谢外交部还有驻外使节及立法院全体委员的努力。台湾之所以能够获得众多国际民主友人的支持，是因为我们崇尚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但是台湾今天的民主成就，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100年奋斗而得到的。台湾位居西太平洋，100年来，除了频繁遭受台风、地震等天灾侵袭之外，由于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400年来不断的遭受到强权殖民，甚至历经长达38年的军事统治，因而淬炼出有别于其他华文圈的国家的民主性，再加先前100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傲视华文圈、普受国际肯定的民主国家。诗云：波澜壮阔太平洋，运玉昆盈之月中。天路公开随处热，地上古井瞬时凶。历朝帝制人民苦，两种威权迄类破。淬炼大人今日志，奋争民主五花宫。400年来，政权地散，物换星移，先前血泪交织，不屈不挠，终于开创出今天国际高度肯定的民主台湾。但是，自由民主必须用心呵护。美国第3任总统杰弗逊先生说：“自由之花必须经常用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浇灌。”面对恶灵中共的威胁，唯有备战才能够避战。人民的防卫意志是最佳的国防。呼吁全国同胞发挥民主台湾坚韧永续的精神，持续捍卫台湾主权及自由民主，使后代子孙不用再流血流泪，就能够永远在这片美丽土地上安身立命，享有幸福的生活，这样好不好？最后，敬祝中华民国台湾国运昌隆，全体国人同胞及国际委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侨胞代表致辞，主席介绍侨胞代表。侨胞代表黄行德先生，现任侨务咨询委员，原籍台湾台北，现侨居法国，为法国 Assuran 电子公司创办人，曾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9届总会长，欧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12届总会长。于111年荣获侨务委员会玉山侨务专业奖章，长期热心公益，服务侨界，致力参与
国际急难救治及赈灾，如111年亲赴波兰关怀乌克兰难民，112年前往土耳其赈济强震灾民，在侨居法国拥有高知名度及良好的社会声望，协助政府推展台欧间外交、经贸及侨务工作，提升台湾国际形象及能见度，贡献卓著。现在我们欢迎侨胞代表黄行德先生致辞。敬爱的蔡总统、赖副总统、大会主席刘院长、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安早，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双十国庆，在这欢欣鼓舞的时刻，旅居海外的侨胞同感振奋及喜悦。本人很荣幸代表全球侨胞献上诚挚祝福，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全体国人平安健康。台湾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表现出色，不论在科技、公共卫生、人权以及对健康和企业的照顾等各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全体海外侨胞都深感荣耀，尤其政府推动5+2产业创新和6大核心战略产业已经展现实际成果。台湾经济发展在疫情期间仍名列前茅，国际评比非常亮丽。为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政府透过疫后特别预算以及疫后振兴和数位发展方案，支援产业升级转型，并于今年3月核定了台湾 AI 行动计划2.0。海外台裔专业人士黄仁兴和苏之峰的访问，以及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7月在台启用，凸显了台湾在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此外，台湾碳权交易所在今年8月挂牌，也落实了对实现2050净零碳排的承诺，这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国家发展。台湾的局势向来为侨界所关心，面对威权主义扩张和国际局势变化，中华民国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共同坚守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并共同建立稳固和安全的跨国供应链。今年，我们看到政府与美国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透过新南向政策，111年与东协、南亚、纽澳等18个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80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并推动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和强化欧洲链接计划。这些努力展现了台湾在全球市场上的积极参与和贡献。全球侨胞将全力支持故乡台湾，扩大全球的积极布局，建构善的循环，促进国际化发展。过去1年，行德担任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长，而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是台湾在全球各地的最大的台商组织。行德要向国人报告，旅居全球各地的侨胞始终怀念故乡台湾，不仅是政府最坚韧的后盾，也是推动侨民外交的重要力量。
侨界不仅在5月组团前往瑞士日内瓦，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发声，全球各地的侨胞也运用影响力，争取当地政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例如，今年2月，土耳其发生强震，全球台商募款超过新台币2400万元捐赠受灾户。而在今年8月，台美医师前往乌克兰，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展现台湾 is helping 的精神。面对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俄乌战争仍在持续，台海安全和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引起全球关注。行德呼吁全球侨界支持政府，携手团结，守护自由民主台湾，保护子孙后代的发展，让他们在各个领域蓬勃发展，为国际社会做出卓越贡献。最后，仅代表全球侨胞，祝贺中华民国台湾繁荣昌盛，蔡总统身体健康，台湾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请大会主席代表全体与会人员恭请总统莅临会场。国庆礼赞。红草凌空，游千丝万里，一路随涌。千秋离故里，总起繁荣。清水的万人丛。老辈青年坐肩松，敢为母强。山高水远千重。渐生痛苦，上阮见这错，铁石做心中。地铁通嘞，
福摩萨，阮专心学落你。伊个田园旋乌海岸，凄翠的山岭。祝君保佑关怀，乐园结达，有缘来看灯前，美梦相随。虽然受着我方的统治，时代挑战手走马顶，坚强老百姓。互咱中团结一致，灿烂时代。我这英雄沿海英中得志，自由歌声遍地周围，比上关山到西太平洋，汉子不惊落土烂，义气代代传。勇敢台湾人，齐齐牺牲无怨悔。幸福着伫这，欢喜悲伤当并行。风土甘露，宿命，百剑手中大声喊，不管花开花谢，茫茫风雨换大。是咱生命。千万里水光，威风高贵所在。你是无怨的父亲，互咱父亲的听上。感谢风戏乐工作室搭配国立实验合唱团以及杨烈、林生祥老师，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丽芬老师。总统莅临会场。敬礼！来宾请起立。观众朋友，咱即摆会当看到蔡英文总统、蔡总统已经来到咱2023年双十大典的这个会场。这也是蔡英文总统伊伫落任进前最后一摆发表双十节的这个演说，咱要来听伊讲什么。立兵！
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大会主席尤锡坤院长，诺鲁共和国昆勒斯总统伉俪，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莱博总督，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朵根总督，现场的贵宾、好朋友，还有我们刚从亚运归来的台湾之光，我们现场的贵宾、好朋友，以及收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112年的国庆日，阔别3年，我们终于脱下口罩，齐聚在此，共度我们国家的庆典。现场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还有睽违3年再一次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我要代表台湾人民向大家致上最诚挚的感谢。回首3年来辛苦的防疫之路，仿佛那一段路走得很遥远，然而有另一条艰辛的路，我们走了30年。就在上个月底，潜舰国造的第1艘原型舰下水了。在完成后续的测试之后，这艘海鲲军舰预计在2025年正式服役。潜舰国造是历经30年，不同政党的总统都想实现的梦想。现在我们做到了。从无到有，踏出这一步需要无比的勇气，要扛住压力，要突破瓶颈，要顶住流言蜚语。只要稍有犹豫，就会失败。但是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鲲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这正是中华民国立足台湾74年以来，所以可以屹立不摇的精神。面对特殊的国际处境和瞬息万变的挑战，我们不前进就会倒退，不奋进努力就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尤其这7年多来，国际及区域的政经情势复杂多变，再加上百年大疫跟极端的气候，再在挑战民主国家中政府治理的韧性机制，也挑战民主社会中人与人的信任基础。我从未忘记过我对改革的承诺，也深知改革所带来的冲突和阵痛。我要感谢台湾人民，我们总能用团结战胜恐惧，用包容化解仇恨，用民主克服挑战。婚姻平权法案通过已经4年了，我要感谢反对者的包容，成就了一个让全世界羡慕的台湾。每一对相爱的彼此都能够幸福成家的国度。我要深深感谢我们全体军公教伙伴的谅解，为了年金的财务能够永续，我们一起完成了过去无法做到的年金改革，也让我们政府的财政更有余裕来照顾下一代。我要谢谢我们劳工朋友的体谅，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完年金改革的最后1里路，但是我们从2020年起陆续编列了2670亿元的预算拨补劳保基金。我期盼下一个阶段劳保财务的改革能够在稳定的财务基础上，在社会的理性对话中凝聚共识，稳健的来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连续8年调涨基本工资，
并以所累积的经验为基础，提出最低工资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蔡英文没有忘记要照顾劳工的承诺。前一阵子，我遇到了一对来自桃园的夫妻，他们是投入包租代管的公益出租人。他们跟我说，社会住宅出租的不只是一间房，而是要给房客一个家。我要感谢在台湾不同的角落，这样温暖投入推动社会住宅的朋友。7年多来，我们在起步阶段的困难中前进，并且奠定基础。如今，社会住宅运动逐渐的卸下标签，成为社区的正向力量。8年20万户的目标，也将在2024年年底达成。居住正义这条路仍然漫长，但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的累积，我相信未来一定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我还记得刚接任总统的时候，台湾的电力备转容量率曾经最低只有1.64%，但这7年多来，我们大幅度提高能源供应，也全力的推动能源转型，终于在去年迎来了转捩点，让绿电的总发电量首度超越了核电。现在阳光越强，气候越炎热，就越不用担心午后缺电。在傍晚尖峰的时刻，我们的备转容量率也能够维持在7%到10%的稳定状况。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克服种种的困难，一步步的实现能源转型。面对世界急起直追的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储能网络的建构和电网韧性的强化，只能快，不能慢，更不能走回头路。除了推动改革，过去7年多，我们在剧烈变迁的两岸及国际情势中，倾全力发展经济，厚实国力，照顾人民，确保国家安全，稳定两岸情势，并且争取国际的支持。经过全体国人7年多的努力打拼，台湾的经济不仅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更成为驱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力变强了，我们的 GDP 规模从我上任时的17.5兆大幅成长，今年预计将突破23兆元。而在这几年全球饱受经济停滞以及通膨所苦的局势下，台湾这几年来的平均经济成长率仍然可以维持高于全球平均值，站稳4小龙之首，并且维持相对稳定的物价。同时，我们还保持财政稳健，将连续6年的政府税基剩余跟全民来共享。除了发放消费券来促进消费，也透过像是普发现金、T-Pass、扩大租金补贴等措施，协助大家减轻生活负担。我们更加强平衡城乡发展，加大投资中小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也全力推动6大核心战略产业，大力投入基础建设，带动台湾产业完成了典范移转。尤其是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制造能力，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因此，我们也翻转了过去依赖单一市场的状况。我们对美国的出口金额翻倍成长，而今年6月，我们跟美国完成签署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就是率先各国创新观念的全新贸易协定。经过7年多的耕耘，我们对西南向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创史上新高。我们也强化与欧洲链接，现在欧盟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我们用经济实力向全世界证明
台湾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而从2016年以来，蔡英文政府始终信守承诺，维持现状。我们坚守4个坚持：不挑衅、不冒进，在压力下也不屈服，和全球民主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也为世界贡献良善的力量。对岸因台风而豪雨成灾，我们展现人道关怀；土耳其发生震灾，我们挺进第一线；俄乌战争爆发，我们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3年疫情期间，民主伙伴相互驰援的那股善的循环。尽管阻挠未曾停歇，但我们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台日友情坚定不移，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我们的友邦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国际场域中力挺台湾。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年轻人，在社群上串联 Viva 台湾。台湾的民主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标杆，台湾的屹立不摇，更无疑是全球民主永续发展以及安全繁荣的最大保证。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我们已经证明了，无论在地缘战略、全球民主发展，或者国际供应链体系，我们都是最可靠、最有效率、最安全的合作伙伴。国际支持我们的力量也来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坚实。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能自信坚定面向世界，我们也更能自信沉稳面对中国，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两岸和平共存的条件。作为总统，我的责任就是守护国家主权，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寻求两岸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人民之间可以自由而无拘束、无负担的往来，让台湾甚至两岸都能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特别是全球都已经体认到，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一方不能片面改变现状，两岸分歧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因此，我们要持续努力，在确保主权跟民主自由之际，能够在尊重历史事实之下，持续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今天，许多政党领袖和贵宾都在现场。政党竞争是民主政治的日常，但我们可以齐聚在此，正是台湾难能可贵的民主风景。我衷心期盼，在选举的竞争过后，我们可以放下激情，台湾内部可以寻求更大的共识，众志成城，对外团结一致。我相信，这是我们不分朝野政党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我深信，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只会越来越强。在全球共同关注并致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之际，我们必须掌握契机，控管风险，进而让两岸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贡献者。这是台湾朝野政党，也是两岸之间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与共同使命。
各位国人同胞，无论是65年前的823战役，或是如今面对外部威胁的挑战，我们始终怀抱着不分彼此、同岛一命的信念。如今，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2300万人民的主流共识。这个共识汇聚了不同族群的历史情感和74年来福祸与共的体认，还更代表我们会为了团结，为了守护国家，为了捍卫民主自由的生活，愿意走进彼此，创造最大的公约数。台湾的民主也因此在无比巨大的内外压力中成长茁壮，从而孕育了更为坚强的韧性。守护台湾的民主，就是守护普世价值的民主。感谢大家的团结一致，我们向全世界点亮了民主台湾。我们会自信地向世人传达，台湾人尊严自主、热情良善。台湾人乐为世界人，也将世世代代做民主人、自由人。我要感谢台湾人民给蔡英文2次机会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台湾人一起打拼，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这就是民主国家，执政者不能自满，任何的施政都要让更多人民满意，就是政府永无止境努力的目标。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我相信，自信沉稳的台湾一定会继续前进。我们不只要给世界更好的台湾，更要让世界因为民主台湾而更好。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主席恭请总统至贵宾席。头一下，总统蔡英文讲到台湾爱继续加油，而且呢，世界因为台湾会当愈来愈好。方才呢，总统蔡英文呢，也在伊这个致辞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讲到咱台湾呢进行这国族固单是经过这30年的时间，也在面对着一个国际局势在改变的时阵，咱正做一个世界当中一个国家，台湾也必须爱改革。所以呢，在面对真侪挑战、真侪困难、真侪阻碍当中，真侪改革部分依然爱来做。亲像就是讲到这个军公教的年金改革，会当互这年金继续来延续，还有性别平权来推动，真做互人欣赏会当同性婚姻的国家。另外也讲到这个社群的这个部分，就是社会主体公益出租人，还有到这个劳工的这个基本工资连续拢有8年拢有起。对，问对，虽然讲蔡英文总统有讲讲，其实咱台湾面对这个挑战虽然讲是足济，也毋过呢，伊永远是无放袂记哩，伊对台湾人民这个拼经济，也有拼民主的这个决心。这个决心伫咧经济的方面咱的平均经济的成长率，即马已经平世界的平均也搁较悬啊。尤其是咱台湾的科技产业尤其是这个 IC 的产业，原来是世界真有名声的。也搁有咱的绿电发电量，即马也已经超过核能的这个发电量，这就是显示讲，咱台湾所要做的这个能源转型，其实是会当伫2025年这个时阵去达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最后，这蔡英文总统伊个有讲到4项坚持，因为伊讲咱台湾无求战，也毋过咱嘛袂畏战，因为咱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伊嘛毋茫讲咱台湾人拢会当发扬台湾民主，那安尼咱就严牙断断久久也就是讲咱台湾民主若定根，自由世界就来相挺。
对，也其实咱台湾的，唔那是这世界当中的台湾的希望，讲这个世界会当因为台湾来愈来愈好。也方才呢，这蔡总统有讲到咱台湾的民主，其实咱拢知影讲，民主自由唔是对这天顶落来，其实有真侪鲜明的是自古早就一直咧拍拼。亲像拄则这个大会主席的尤锡坤院长呢，头拄则伊在咧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吟到这个汉诗哦。这个汉诗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呢，在这个国庆礼节这内面呢，嘛有唱到这个《忆难忘》的这个部分，是蔡慧茹伊的迄个作品。这个汉诗吼，咱要来甲大家小看小解一下吼。这个汉诗叫做《忆难忘》，伊是蔡慧茹的作品。当初是为着要设立这个议会吼，结果无想到煞去互日本政府甲判刑3个月。伊伫咧要去坐监的时阵吼，伊就创作这款的作品。所要展现的就是咱台湾人吼，共心和合，而且会当做伙来面对挑战的精神。对，啊，这就是咱学迄个台湾史内面。学到迄个致敬事件啦，这就是台湾人迄个时阵呢，想要设立家己一个机会。也在这个《宜兰梦》内面呢，其实伊是描写到吼，证人来甲伊送，啊，伊去互关无大紧，因为伊家己互关是小我，但是呢，会当互大家有一款民主啊，会当合作啦，大家团结啊，想要来表达家己迄个诉愿这款的想法呢，迄是大我，会当互大家心中有一个民主的这个政治来扮演，所以这是代表讲，其实这是在今年的。这回这个双十活动，自我参加以来，我认为讲，在今仔日咧啊，不管是台语的部分，我是感觉讲，也是占了真侪啊。是啊，头拄啊，这个国庆礼赞吼，咱除了有听到这个汉诗的吟唱以外，咱嘛有听到吼，有一首歌叫做《永远存在的台湾》吼，伊内底就是有讲到，汉钱唔惊落土烂，只求基晓会当代代传，就是讲希望讲，咱台湾人不管各族群哦，大家拢会当共心和合做伙来拍拼，因为不管火开也是火熄，台湾拢是咱的性命。对，啊，其实真侪人哦，在这个双十节这个活动当中，除了看到咱的国军要来站脚步以外，上介重要就是有迄个。高教机要来冲场，啊，这个高教机冲场呢，咱是不是当请小英甲咱介绍讲，这个高教机偌厉害？是，小等一下，咱会当看到这个永英高教机吼，因会摆做一个大间的队形来飞过总统府。因吼这个高教机因是对新竹起飞，了后咧驶过淡水河口，再个越入咱的台北盆地，最后是飞过总统府的顶悬。会当知影讲吼，这是永英高教机。因是用秒来计算的哦，也就是讲，因对新竹回来到台北吼，其实只要15分钟的时间，这时间就要抓甲准，确保讲吼，这飞机会当准时来飞到咱的总统府的顶悬，这就是为着要来展现咱国军这个兵力，也阁有保卫国家的决心。另外头拄啊吼，咱咧唱国歌的时阵，咱嘛有看到讲吼，嘛有一台这个刺女克的运输直升机，伊是甲这个大面的国旗吼。是安尼挂咧，啊，再飞过咱总统府头前的广场，这个大面的国旗吼，你敢知影有偌大？我要看卖，差不多。应该一个运动场遐大，我摇啦。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遐尼大啦。半个篮球场遐尼大对。嘛是真大面啦。嘛是真大面啦。因为这吼，运输直升机吼，因要飞过总统府，要飞了水吼，佮互咱这国旗看会清吼。其实吼，因这换算这算起来吼，因的时速就等于讲差不多是咱赛车咧赛快速道路安尼80到90公里遐紧的速度，而且呢，因是拢一定要维持这个速度，安尼飞过总统府，因为因若飞了伤过慢吼，这国旗可能会亲像手巾啊共款，就是飞袂起来啦，对啦，速安尼，啊若飞了伤紧，佮颠倒，互大家拢看袂清，所以一定要控制伫这个速度才会当看得到。对，也咱大家上届期待就是这永英高教机呢，确定啊，就特别来这个冲场咯。也讲到拄则这个上映有讲到，伊就摆着迄个大雁的迄个飞行啦吼。其实呢，我头拄则，阮伫遐开讲的时阵啊，我掠准讲哦，迄个高教机呢，啊，为这新竹要飞到台北啊，我拢掠准讲吼，敢若像坐高铁啊，赶快嘛上起码爱坐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吼。啊，事实上啊，无讲用飞，啊，颠倒嘛是真紧，时间只要15分钟会当飞到位。所以其实呢，在这个
高教机关战机的这款飞行机的，其实伊也展现到这个时间的精准，因为战力小战是每分每秒拢是咧竞争的。咱用赶紧来看这个永英高教机。接下来进场的是由中华文化总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邀请来自日本关东的台湾制作啦吼，那真正是台湾制作吼。那其实说落来，其实咱在今仔日这个双十节活动的，要安排真侪精彩节目，是不是？请尚英给咱简单介绍一下。是，咱今仔日吼来参加这个表演的团体吼，其实吼前后安尼加起来，拢总有10几个团体。小等下咱要来看的吼，这就是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的这个吹奏乐部吼，因为一个真好的名叫做翡翠奇树吼。其实旧年咱拢知影讲吼，旧年这是各高校的柑仔色恶魔，今年变做是青色的，因叫做翡翠奇树吼。这阵因是有100多人来表演，今年呢是摕到行政乐队全国大赛的这个金奖。其实喏，这个学生因讲这是因第1摆出国来表演，所以因是感觉真紧张也真期待，希望讲小等下会当有真好的表演来展现给大家。
真的是太精彩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这群特地从日本远道而来的翡翠骑士们。エメラルドナイト素晴らしいパフォーマン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希望透过他们精彩演出，为今年国庆带来欢庆氛围，也让世界感受到台日两国并肩同行的友情。也感谢圆山大饭店、富士饭店、高雄汉来大饭店、日本航空、台湾世熙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台湾证券交易所、台湾期货交易所、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的大力支持，加深两国之间的情谊。接着进场的是日华议员恳谈会，也就是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联盟及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共同组成的游行队伍。日华议员恳谈会是由约270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友台议员团体，成立于1973年，今年适逢创立50周年。该会长久以来在台日实质交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是一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一个组织，带队的是咱的会长古武贵司吼，伊是这个恳谈会会长，今年也是恳谈会成立50周年。这个恳谈会呢，伊是长期拢支持咱台湾会当加入 WHO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等等这款国际的组织。这个恳谈会因有200多个议员哦，是日本上大的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团体，甚至呢，这个会长古武贵司哦，伊搁捌用这个台语讲出台湾有代志，日本有代志，就是要展现小挺台湾的决心。另外一个团队哦，同款即马是入来到咱这个游行的队伍的是立法院的台日交流联谊会，因已经成立31档。伊嘛是得到跨党派立委的支持，才来成立这个联谊会。目前联谊会内底有这个会员数是95个，因就是注心咧推动台湾甲日本的这个外交，另外也阁有产业界甲学术界的交流。尤其是咱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是真大吧吼，尤其是咱台湾有真侪流行文化是受到日本的影响，也渐渐啊，这国际交流之间呢，咱也将咱的台湾文化传到日本去，所以其实两个国家这个交流会当讲是真大吧。也亲像咱头拄只这个因女子高校的这个乐队这个演奏吼，也有真侪迄款放假这个音乐其实是真熟悉，所以其实来到今仔日台湾参加相识活动，会当讲算是有特别的咧安排。国会长也在日华议员恳谈会祝贺来庆祝我国国庆，并与我国立法委员一同参加大会的游行，彰显出台日深厚友好情谊。不管是日华肯还是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在台日国会外交、对日关系建立与发展上，促进了台日产官学界以及民间社团绵密持续的互助合作，让台日两国成为紧密而真诚的伙伴。谢谢古屋龟司会长所带领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祝贺游行队伍及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让我们台日友好精神能继续下去。今年中华文化总会是特别力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棕熊行进乐队进行演出。乐队每年是演出超过120场，居美国公立大学之冠。演出包含运动赛事、电视、电影，还有民间及私人企业的大型展演活动。不只是美国一流学府，更是知名行进乐队。接下来将由国际上具有超高人气的 UCLA 棕熊行进乐队带来精彩演奏。让我们欢迎他们带来的 Baila Esta Cumbia。
即摆伫现场看到即个画面哦，是 UCLA 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型行政乐队。即个乐队因还佫有一个真好的名声哦，伊就是纯金之声。咱会当看到讲因所演奏的遮个乐器，全部拢是纯金，拢是黄金色的，不要讲纯金啦。因是逐年拢参加120多场的演出，也就是讲一档365天，因等于讲拢是有1/3的时间拢是咧参加表演。因伫咧2016年的时阵嘛，捌来过台湾参加桃园市政府所举办的嘉年华的活动，咱就做伙来看因的演出。
这 UCLA 洛杉矶分校的中型行进乐队啊，这表现非常的精彩。要说落来呢，也要来介绍的就是咱台湾的这体育大学，咱这优秀的这青年选手所带来表演。要再说落来呢，这运动体育表演，咱拢知影讲吼，其实最近这杭州亚运也拄结束尔，所以较尾啊时阵呢，其实也有真侪这款优秀摕奖牌的这迄个选手呢，也来到现场来演手。不过呢，到现场的头起先呢，要先来欢迎到咱的国立体育大学所带来精彩表演。那在今仔日呢，这个体育表演的部分呢，提出到这个跆拳道。跆拳道内面呢，就是其中的这个拼射，还有武术，以及叫做花式练啊出兵，还有韵律体操这几个项目，来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回来共同欣赏。台美两国的交流将更紧密。接下来进场的是国立体育大学，国体大承载着孕育国内体坛精英的使命，展现各体育领域的丰硕成果，秉持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是我国运动竞技与健康休闲领域卓越标杆的一流大学。而国体大今天将为我们带来包含像是跆拳道品势、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的综合展演。本次主题是卓越传承，因此除了国体大的同学之外，还搭配了高中、国中还有国小的同学一起来演出。跆拳道的选手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哦，哇，真的是非常的可爱，但是架势十足。等一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马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他们带来的青春奔放、卓越传承。首先表演的团体是来自国立体育大学的跆拳道品势队。国体大品势队在许多国际重要赛事中屡创佳绩。刚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中，品势项目马允中选手勇夺银牌。而本次表演人员中，也有多位曾在国际赛场上夺下奖牌的国手，包含李应轩、陈湘婷、陈以轩、李成刚、陈静及李婕妤选手。品势2字，品代表样式、教规，势代表力度、气势。两者结合在一起时，除了各招各式的动作标准精确，还要结合内在的气势，展现跆拳道最佳的力与美。而现在要为各位展演的是跆拳道品势的高力型及太极五张型。高力型所展现的是混合先人的精神，将节度和缓慢性表现无疑。现在的表演代表八卦中的巽，巽的含义为风，因此表现时要如风一般，感受从微风到强风，越演越烈的精神。动作由刚开始的肃穆沉静，逐渐到刚强而威猛。接下来是由国立体育大学、台北市立大学和裕达高中武术队带来的大旗、小旗结合刀术的表演。旗子所代表的是旗开得胜，刀术则代表着霸气与力量的象征。3所学校的合力演出，气势磅礴，象征着世代传承、团结同心的台湾精神。
紧接着看的是太极拳，内外兼修，形态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是独步全球的中华传统武术，练身也练心，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学习而渐入佳境。台湾的太极选手也在国际赛事上有亮眼的表现。现在广场上的表演人员也包含今年成都市大运女子长拳项目摘下铜牌的林千禧选手。太极拳脱胎于武术，不仅汲取各种武术的精华，也讲求内在的修为智慧。数百年来，太极拳透过师徒传承的方式，将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及高超的武术技艺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由国立体育大学曾经获得201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项目银牌的郭国军选手，带领着学弟妹们展现太极拳的圆融韧性。而现在即将要表演的是太极一招，乾坤的乾，乾指的是易经中的第一卦，具有积极向前的精神哦，代表中华民国全体人民在不同领域的开创。同时象征对普世人权的积极向往与民主精神的蒸蒸日上。现在场上大选手就要带着小小选手表演着跆拳道品质的根本太极一招，象征传承民主台湾坚韧永续。表演的是南棍和北棍，棍术发展的历史悠久，无论是民间防身或是军队御敌，棍术都占有重要的角色。观众朋友，面对总统府右半边的是南棍展演，南棍的动作特色是刚猛有力，而左半边是北棍展演，动作特色是舒展大方。展演的同学们利用棍扫一大片的特色，也练出猛虎出山的视觉冲击感。接下来进场的是由品势、武术、花式溜冰及韵律体操项目联手组成的展演队形，从他们的速度与运动身段中，要体现台湾多元发展特色。现在在广场的中间，跆拳道品势排列成国花、梅花的形状。梅花有3垒5瓣，3垒部分由3位花式溜冰金牌国手陈亦凡、李少冠、李少杰所组成。他们以优美的体姿进场，呈现花式溜冰的高难度技巧动作。广场上有曾拿下金牌的国手，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选手。不论是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要用自己实力，让台湾的名字被世界看见。
是由武术、跆拳道品势、韵律体操、滑轮溜冰项目，以及桃园市立中山国小武术队同学组成的飞鸟，准备迎风展翅。现在场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以华丽舞姿滑行的花式溜冰是我们的陈亦凡、李少冠、李少杰选手。他们手持国旗进入广场，国旗迎风张扬，引领飞鸟展翅翱翔，象征着台湾要动不停的活力，也代表台湾运动员不断前进、努力冲刺的信念，展现竞技运动追求卓越的精神。现在由国体大竞技学院的同学要举起台湾的彩带，在稍后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画面。马上就看到由国体大竞技学院的同学举起台湾的彩带，这6个字母是我们无可取代的名字。就像国体大同学这一次的展演，不断努力，充满韧性，让世界看见台湾。青春奔放，卓越传承，迎风飞翔，台湾起飞！感谢国立体育大学及所有参与团队的演出。谢谢你们。过去这一年，台湾的年轻好手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从世大运到亚运，从国际技能竞赛到 U18 世界杯棒球赛，他们都是我们的台湾英雄。哇，那现在我们就要请在线上收看、现场收看的大家，将目光迎向我们凯道上的中央舞台区。我们的热血主播徐展元正在舞台上，就要把时间交给展元来介绍这一次我们年轻热血的台湾英雄们进场。喜爱运动，热爱运动，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会活不下去的运动区运动狂。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台港好，来也好，我是徐展元。我们台湾人是最热血、最热情了。在国际赛场上呢，我们能够战胜对手，这个时候呢，就是最能够激励、凝聚、振奋民心士气的时刻。我们有很多次呢，都是赢了运动实力很强的国家，我们才拿到了金牌，夺得冠军的哦。所以呢，不管是真的好想赢，或是真的好爽赢，台湾健儿的比赛呢，他们的表现再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感谢政府呢重视体育发展，打造更好的体育环境，让台湾屡屡摘金夺银。而现在呢，我们的荧幕的门已经是缓缓打开了，写下历史的台湾英雄就要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首先进场的是2023世大运英雄，台湾拿下了10金、17银、19铜，缔造亮眼的成绩。掌声欢迎世大运射箭代表队进场。教练欧毅、廖建南、田仁秀、曾正仁，选手杨宗翰、张义忠、郭玉成、张燕华、林明静、田家茂、吴子伟、罗义轩，他们总共射下了1银3铜，都是年轻的射手。
世大运代表由花式直排轮选手以优美流畅的冠军华姿前导入场。接下来欢迎田径代表队进场。总教练许继胜，教练孙念祖，选手洪明阳、傅兆璇，本届世大运取得了1金2银2铜的佳绩。紧接着进场的是羽球代表队进场，选手博尔里维、张敬慧。羽球也是台湾的强项，总共拍下了2金1银2铜，威震世大运羽球场。接下来是韵律体操代表队进场，由教练郭宁雅带领选手蔡瑞珊、赖欣雅、罗玉琴、洪凡熙、詹廷珍来跟大家见面。本届世大运也竞争了1面铜牌。接下来欢迎游泳代表队进场，教练王耀伟跟游泳王子王新浩来到了现场，他们可是夺牌父子档，代表队夺得了2面银牌的好成绩。接下来欢迎跆拳道代表队进场。品势总教练李山龙，选手胡子轩、黄品杰、徐宇泽、宗俊杰、许浩佑，品势获得了1银1铜，对打也没在怕的啦，打下了5银3铜。台湾很会打，台湾很厉害。最后欢迎武术代表队进场。选手孙家宏、林千熙、陈月熙总共取得了1金1银2铜的亮眼成绩。特别是孙家宏穿金戴银，是台湾的太极拳、太极剑大师。我们谢谢世大运各个项目的教练以及选手们，也期待这些年轻的台湾健儿继续在体坛发光发热，掌声再谢谢他们。好，接下来呢要欢迎的是2023第46届国际技能竞赛的得奖选手，他们是百工百业的台湾之光。本届竞赛呢，超过了上千名的好手来参赛，台湾代表团勇夺了6金、13银、6铜以及17优胜，得奖的总牌数得牌的总成绩高居世界第3。现在国手们已经来到了现场，我们在荧幕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帅气的照片。现在我们先来欢迎金牌选手进场，集体创作洪庆彤、张建雄，电器装配肖胜儒，门窗木工陈世凯，汽车技术詹许坤，冷冻空调田嘉诚，外观模型创作雷锋燕。3人1组的集体创作的类值呢，是台湾参赛以来首次拿到金牌。3位国手呢，号称是集创3帅啊！今天来到了现场，我发现他们本人比照片还帅啊！谢谢你们。而技职英雄呢，是由高人一等的高教人前导进场。接下来欢迎银牌选手进场。机电整合吴冠霖、罗国奇，粉刷技术与干墙系统陈冠宇，漆作装潢傅文德，美容陈雅瑜，服装创作穆芷轩，餐饮服务蔡博义，健康照顾黄义生，冷作黄正维，网络安全高敏瑞、黄胜全。
网络安全类别呢是台湾第一次参赛，虽然没有学长姐来开路，但凭借着扎实的训练，我们第一次参赛就拿下了银牌，非常不简单。谢谢银牌选手。接下来欢迎的是铜牌选手进场。商务软体设计郭东岳，汽车钣金陈博达，工业控制简廷安，资讯与网络技术张哲伟，平面设计林于志。汽车钣金拿到铜牌的陈博达，他说他的心愿呢是开一间工作室，未来要成为顶尖的钣金专业户。如果博达开店，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找你服务。我们谢谢铜牌选手。接下来欢迎的是优胜选手进场，工业机械林宗翰 ，CAD 机械设计制图张仁杰。焊接江佑安，建筑铺面陈泰元，电子陈祥宇，网页设计裘应年，机器人张浩君，家具木工蔡真佑，花艺张可明，造园景观曾以轩，面包制作谢承杰，3D 数位游戏艺术张嘉莹，云端运算马世腾，旅馆接待刘梅君，欢迎你们！不管是在传统或者在科技的领域，台湾的技职国手们都能够有优秀的表现，这是台湾的自信心，我们真的很强。让我们再一次给技职国手热烈的掌声！接下来欢迎今年在台湾举办的2023第31届 U18 岁以下级世界杯棒球赛勇夺亚军的台湾队进场。首先欢迎总教练吴柏宏、教练罗建明、陈威儒、林建南教练，教练团平时训练辛苦了，也谢谢你们这一次精彩的调度。那我们也邀请到了高人气的中职女孩啦啦队来到了现场，现在欢迎球员进场。我们欢迎林维恩，他是主战投手，2胜0败，对韩国队拿下了胜投。还有杨念熙、王彦恩，另外还有张俊伟主力投手，他对美国队拿下了胜投。另外还有陈慕恒、曾伟哲，曾伟哲呢3胜0败，是大会的胜率王。另外还有林柏俊、孙艺磊，孙艺磊飙出了156公里的火球男，即将旅日发展。另外也要欢迎台湾队长王彦豪。我们的重炮手对美国打出了关键的2分炮，另外还有徐少宇、张兆宏单局2轰，大会全垒打王及打点王，黄天赐还有柯敬明，柯敬明是大会的最佳防守球员，另外还有许廷伦，青春无敌，年轻真好。感谢呢这些青棒选手为台湾打出了一场一场的好球，未来在不同的球场、不同的赛事，也期待你们呢继续大展身手，燃烧属于台湾人的热血棒球魂。我们球场见。好，接下来呢要进场的台湾英雄，才刚刚结束了杭州亚运的赛事，他们的奖牌还是热乎乎的、热腾腾的。这一次呢，亚运呢，台湾拿下了19金20银28铜的好成绩。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呢要屏气凝神，要来深切的期待，因为呢稍后
空军的雷虎小组 AT3 教练机也将飞临现场，飞越英雄之路，来对所有的台湾英雄致意。大家敬请期待。现在呢，空军雷虎小组即将呢要来释放蓝白红胜利彩烟彩三者的队形，即将由总统府观礼台后方进场。大家现在看着总统府的观礼台。我们看到的是雷虎小组蓝白红的胜利彩烟，来为台湾英雄致敬。我们也给雷虎小组的飞官们呢最大的掌声跟欢呼声。雷虎小组呢经历了无数次的一个演练。所以呢，才能够有这么的精准的，这要多精准呢？就像我们亚运0.01秒就会决定金牌，这么的精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要欢迎呢亚运英雄进场。亚运呢，这次我们台湾拿到了19金、20银、28铜，总共67面的奖牌。19面的金牌呢，追平了1998年。曼谷亚运台湾参赛的最佳纪录，金牌加银牌的数量更是破纪录。对于台湾选手表现呢，我们除了感动，真的还是感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亚运代表团进场。首先欢迎的是3对3篮球队。教练吴正杰，选手林信宽，将军汪哲宇。3对3篮球队呢，首先在4强赛艰苦的打到了延长赛，靠绝杀进球赢了韩国。金牌战对上卡达，一开局0-5落后，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坚持到最后9秒逆转获胜。3对3篮球赛在今仔日的双十活动，会当讲这节目安排甲真精彩。在咧阿尾时阵呢，邀请到咱台湾济摕到这个金牌，不管是技能还是讲体育运动，才摕到金牌、铜牌，这选手来到现场。其实呢，不管是这个选手，就连咱今仔日所看到这10几个表演的团体吼，伊嘛甲这个选手拢是共款的，拢是经过几来侪时间吼，可能几来工眠死眠乱安尼练习，才通有今仔日这款的成果。对，啊，事实上啊，其实咱今仔日的这个活动的想要传达的，就是讲这民主自由，唔是对天顶落来，也期待呢大家会当继续来为咱台湾打拼。在这个最后呢，上映有写一句4句人要来送给咱观众朋友。来，请大家听下详细哦。民主国家排头名，台湾科技正请赢。坚韧性命骨力拼，永续文化好名声。也期待再相会，咱明年同一时间，咱期待再相会。公视第2台10月6起台。